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得到忧郁症的患者超过3亿人。为了要协助医师来诊断，台北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一个人工智慧的系统，会当测量患者的脑波，再个透过分析，提供给医师做诊断的参考。 伫特造电极膜只要放上90秒，荧幕上会当看到脑波的状态。这是台北科大团队联手科技公司首创以 AI 人工智慧开发脑波辅助诊断系统，协助医师诊断忧郁症。各位的前额这一块呢，其实在忧郁症的这个造影上面呢，跟一般健康的受试者呢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它的活动是相对于弱很多的，从脑波就可以直接去看出你大脑的活动跟结构上是否有产生一些异常。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忧郁症全世界超过3亿的人口，台湾忧郁症的患者超过120万人，大部分拢靠医师问诊。你来跟我讲话，你的样子、你的语言、你的思考已经很明显有问题了。那么我根据这个国际诊断的准则，我就说你有忧郁症。好，那现在我们希望能透过这些科技的辅助，这种功能讯号、生物资讯的一个帮助。 脑波辅助系统有计上计伫2021年上市，互医师除了透过口头的问诊以外，嘛会当借由数据辅助判断。